大佬啊，我哋雖然係鋪頭啫，但係都係消費者嚟噶嘛。我係 RG Jason，相信大家都估到今集嘅主角會係 Gigabyte。咁作為我諗係大家心目中嘅三大，對佢期望應該都好大嘅。但係如果真係要講出貨量咧，相對之前嘅華碩其實係弱咗少少嘅。但係其實喺 marketing 嚟講啊，Gigabyte一樣都做咗唔少嘅功夫，因為佢最出名嘅 Aura 系列即係雕啊，同埋 Citrix 嘅橙色其實都會令人印象比較深刻。至於 Gigabyte 嘅顯示卡，反而我哋想講嘅會係入門款啊，因為之前講嘅華碩同埋 MSI 喺入門款嘅價錢都會比較貴，但係 Gigabyte 其實入門款嘅價錢咧相對親民啦，而且入門款例如 Gaming 系列，其實好多時候都配備3風扇嘅散熱器，對於即使口袋深度唔夠嘅用家嚟講，真係可以話係誠意十足。但點解我哋 RG 一直都比較少出呢個牌子嘅顯示卡呢？某程度上就係曾經 Jason 我有過喺售後上面嘅不快經驗，因為氧化塵太多等等嘅問題而拒絕進行保養維修。我哋都明白檢查維修每個牌子嘅條件都唔一定係一樣嘅，但係嚴格嘅標準呢，往往好容易令人覺得牌子係故意阻撓消費者去實現佢嘅權益。相對寬鬆嘅標準呢，其實都會令到消費者體驗上更加良好。另外，其實都有報道指出過唔同牌子嘅反修率數據，唔少大家心目中嘅牌子其實反修率咧反而係處於下緣嘅位置，相對比較少聽嘅牌子咧，反而其實故障率仲比較低，價錢仲比較平。聽完咁多，大家覺得台灣牌子仲係咪你心目中難以動搖嘅三大呢？作為消費者啊，其實會想有更加多選擇咧，留言話俾我哋聽啦。